来苗栗一个查囡仔摕性命滚生笑，伊深夜倒伫大路中，举手机翕相咧翕家己。当时咧落雨，搁暗看无啥有，是好你家在过路的驾驶有发现，紧急打档啊，才无甲弄着。一个小姐伫咧落雨天倒伫咧大路，倒手摕手机伫咧自翕，经过驾驶就惊甲伊弄着，赶紧打档啊！ 这个小姐徛起来，行向倒边头前车门，驾驶赶紧拄目去。这个小姐唔能跟对调调，佮直接砸伫咧车头前。驾驶趁小姐行到路中，赶紧甲车驶走。喊怪怪代志，就发生伫咧昨日半暝11点多。当时天色暗无薄，苗栗市中正路含惠新街口当伫咧落大雨，路边反光视线毋是讲介清楚。这路口有青阳灯，路口行经过路线，含机车停等区明显的标志含标线。加在驾驶有看清楚，反应真紧，才无去甲人弄掉。当然就不行啊，那是违法的啊，行车安全有疑虑啊，你这样颠城驾驶容易受害。 倒伫咧大路，到底能翕出什么效果？网络顶真侪民众分享相片，有人是倒伫咧双线有视觉延伸的效果，不过大路真危险，提醒民众千万唔通黑白来。警察发现这段影片伫咧网络顶流传，主动开始调查。民警到达现场后，该女子已离开现场，后续警方将调查厘清该女子身份。 警察强调，这个小姐倒伫咧大路，影响交通安全，已经调附近的监视器开始咧调查。若是查到身份，就依规定该罚500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